分派兩床，痴愛，我不如彩筆寫新那篇，也成無聊懷舊意。誰負此雙月面目，送玉架新在我懷中垂死之時，身穿紅衣，所以我亦愛着紅色衣裳，以記當時之情，自人間之慘。蒼穹月色，節非寒食，悠哉又不近清分，陪一陣風送朝窗，飛揚似蝶嘅呢？奇怪啦！見素女着紅馬上，隱約微聞金貝
位姐姐又嚟呀！秀才又嚟啊！姐姐，我哋好似似曾相識，到底在何處見過呢？你究是誰人啊？我乃是上府堂中一名侍妾，今日曾與君相會於上府堂前。哦，如此說我認得啦。啊，係呢，姐姐你要拜祭誰人啊？是紅梅閣主，舊時姊妹。既稱閣主當是風雅之人啊，福雲姊妹應是紅顏未老㗎，何以一旦相笑呢？秀才，此事說來沉痛，我都不忍啟齒。哦，姐，佢是否死於病呢？唔係，既非病死，咁又是否驗生啊？非呀。秀才，你喋喋不休，好不撩人愛感呢。閣上人豈有驗生之理？奈何橫死於情？嚇！橫死於情？姐，想上國風雲後門金粉，仲焉有情字可言呢？自知佢橫死之恩，任恨之緣，僕亦識花人也，何得問乎呢？佢死於何日啊？又卻於無門。誰是佢相思之人啊？相思有人，人不在呀。咁又因何會惹禍啊？柳岸無風，風至來官宦不用，人奪愛歸王未許，令頭胎任割任徒任，烹宰威容威貌威形。秀才，姐，你既自稱是識花之人，當計花運寂寞。我今夜對你一訴凄涼，無非對秀才你有所求矣。姐你有何所求呢？每逢風雨之夕，我便不便來遲，想紅梅貼近芳齋，未知秀才你能否對燈立之勞？如此說做得，姐請講啦。想閣主於宰相遊湖，如一書生，如驚鴻一瞥。閣主平言心動，有美哉少年一遇，豈料見動於上國，將他野外殺之。嚇！殺咗佢啊！將人頭割下，藏於錦盒之中。翌日朝罷歸來，召所有姬妾於半閒堂前，捧錦合藥。此乃閣主下家少年之物，啟而視之，乃閣主人頭鮮血淋漓，目還未閉。哎呀！辣手摧花，因何至此啊？尋到柳外回紅鳳羽蝶，未知是否觀中女俏才呀？我欲圖執手問呢紅梅，姐能否暫留翠竹外？柳梅亦是同根強，若不升風受制裁。由來土使野狐悲，一知為甚其何哉？姐問
別之時，正是四野無人之際啊！樓外無風，斷不會招來盜雨嘅。恐還死者必定是另有其人嘅啫。哎呀，境遇相同，就不令人怦然心動呢。啊，我何不偷偷報上紅梅閣上，縱使不能瞻仰遺容，也可即身我的同情之意耶。你為娘靈柩，你為娘靈柩，哎呀！嘆息紅冠露芳名，登月半浮千里影啊！我已是風雲回柳色，卻已是竹影蓮花朵。拜一拜觀中誰美人，避一避傳來新歸痕啊！無言之尺是芳鄰，須知陰馬陽家開。哎呀，唔知點解，我見到三隻銅冠，寫有李為娘三字，忽然之間精神恍惚，如有所失添。莫非樓外孤魂，佢怨我未曾為佢多種梵經嚟超度。哎呀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哎呀！